看过民进党这个初选的消息来看，国民党的初选，国民党台北市第7选区立委初选，要伫10日开始进行电话民意调查，挑战现任立委费鸿泰台北市议员徐嘉欣，再去家己办政见的发表会。 国民党应该要也可以发挥传承的精神，年轻人的支持度是可不可以开拓，是国民党在永续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，总要有一天要有人站出来改变。选举其实像是大队接力一样，是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跑，而不是一个人跑马拉松跑完全程。交棒跟传承是一门艺术，我相信我可以在这场初选的良性竞争当中接住费委员的这一棒。 在发表会中呢，除了提出3大方针、10大政策以外，徐嘉欣嘛也未到现场，无到现场这费鸿泰话讲，感谢伊勇过这个经营，嘛希望讲会使促成国民党的改变甲转型，和新世代会当交棒参政。会中徐嘉欣嘛讲甲正白，讲虽然有邀请现任的立委费鸿泰，嘛尊重伊无出席的决定。这场政见会就跟他找你一个人伫发表政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